日帶大家嚟睇嘅係中山三鄉鎮駿景峰景悅南部新城唯一高爾夫景觀嘅豪宅。景觀2個半山豪宅嘅，同時擁有山景、湖景、別墅景觀，前後係完全冇遮擋嘅，喺其他地方係完全揾唔到好似咁靚嘅景觀嘅。跟住我哋嘅鏡頭一齊上去，一飽眼福啦！而家嚟到我哋小區嘅園林綠化率係非常之高嘅，超級舒服嘅。呢個設計係亞熱帶水系園景嚟嘅。擁有我哋升級嘅入戶大堂，同埋小區入邊配備老年人嘅健身設施、兒童樂園，以及環氧跑道，同埋擁有我哋嘅無邊際泳池啊！我哋周邊嘅商圈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嘅，5到8分鐘步行就可以去到商場嘅，揸車20-20分鐘可以去到珠海各大商圈，生活超級方便嘅。我哋三鄉附近呢有1+1超市啦、順昌廣場超市啦，以及大潤發超市，行街食飯都非常之方便嘅。對面仲有我哋嘅屏東育才市場。項目附近嘅書包都非常之多，有我哋嘅阿江小學啦、三恩小學至到高中都有嘅，平蘭小學、英皇幼兒園、平蘭幼兒園、邦浩小學、軍理中學、桂山中學、三鄉理工學校。講翻我哋周邊嘅休閒配套，有聖安高爾夫球場、中山溫泉、泉眼溫泉、中山溫泉高爾夫球場、三鄉體育中心、羅山妹山小浪灣公園、全林山莊南部祖田兒童公園、平蘭蘭江公園、三鄉文化廣場等休閒配套係非常之充足嘅。Nice。項目周邊嘅交通配套都非常之便捷嘅，緊鄰105國道、廣珠西線、京珠高速、西部沿海高速等高速入口，交通出行非常之方便，60分鐘可以直達廣以及深圳同埋江門嘅，30分鐘直達中山石岐同埋珠海拱北口岸。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都係20分鐘左右，回港都係非常之方便嘅。我哋嘅在售面積係89方至到134方嘅戶型，主推嘅係34棟嘅126方嘅戶型，總樓層係28樓。睇翻我哋呢個大堂係咪超級嘅富麗堂，5星級嘅酒店入戶式大堂，俾到你係不同嘅居家感受。咁我哋沿住呢個大堂上去我哋嘅遊板間欣賞一下啦。今期開發商主推嘅係34棟126方嘅4房2廳2衛嘅戶型。我哋入到嚟呢個睇一睇啦，呢邊開發商好貼心咁做咗啲嘅鎖匙櫃啦，同埋鞋櫃。呢邊個飄窗呢，呢度係坐住喺度換鞋嘅。呢個創意都非常之唔錯噶，入到我啲大廳呢度睇睇，哇，做咗南北對流雙陽台嘅，光線係非常之足，同埋通透嘅，係非常之舒服嘅感覺。入到嚟啊，我呢個客廳嘅位置係非常之方正嘅喎。嗱，開發商嗰啲裝修係超級溫馨嘅。睇翻我哋主陽台非常之大嘅，想開發商咁嘅裝修嘅話，你可以按照佢咁嘅模式去裝修嘅。呢邊係做翻一個喺度飲酒啊、休閒嘅區域，望住噶，睇下望住窗邊嘅景觀係超級靚嘅，連綿嘅山景以及我哋嘅別墅景觀係非常之養眼嘅。坐喺度係咪特別舒適啊？嚟到呢度係廚房嘅位置，睇翻我啲廚房嘅位置。廚房都係非常之有創意嘅，我第一次睇到做咗中西，呢邊係西式嘅一個廚房嚟嘅，呢邊喺度飲下咖啡做翻個好似開放式嘅嗰種空間，係非常之有創意嘅。呢邊仲有一個飄窗嘅位置，過嚟呢邊睇睇，呢邊個飄窗嘅位置，坐喺度飲下紅酒，望住窗邊呢個景觀都係非常之舒適嘅。睇翻呢度係個餐台嘅位置，餐台嗰度可以坐到6至8個人，非常之大氣嘅。呢度係貼心咁做咗我哋嘅插座，有3個插座。呢個廚房係中式廚房嚟嘅，一個 L 型嘅一個設計。呢個廚房，呢個廚房仲有個明窗，所以光線都係非常之充足嘅。呢邊仲預留咗雙門冰箱嘅位置，係非常之夠用嘅。呢個廚房中西結合嘅一個廚房，非常之浪漫嘅。
講翻呢個，其實呢個係一間細房間嚟嘅。咁如果你係舊住嘅話咧，你就可以好似開發商咁做中西合璧嘅一個雙廚房。如果你係唔夠住嘅話，呢度加多個門，加多個趟門，你就可以做翻一個兒童房啦。睇翻我哋嗰個生活陽台啦，生活陽台都係非常之通透同埋光猛嘅喎。望住我哋三鄉嘅城市景觀，同埋下邊個別墅景觀，以及我哋嘅水系景觀，非常之舒適啊！嚟到我哋生活區呢度睇睇，嗱，呢間係一間房嚟嘅，呢個創意樣板間開發商係打通咗，變咗一個休閒嘅一個區域嚟噶。呢度係直通陽台呢個位置，過嚟睇睇。呢個創意係我特別中意嘅，嗱，都係直通榻榻米咁嘅形式，做咗個書房同埋休閒飲茶嘅地方，望住嘅都係我哋嘅別墅景觀。非常之舒適啊！呢度咧，如果你話少人嘅話，你可以做翻咁樣，留2間房得啦。如果你係唔夠住嘅話，呢度做翻個趟門，做翻個兒童房或者客房都係唔錯嘅。睇翻呢度係我哋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呢度係屬於一個公共衛生間嚟嘅。睇翻呢度咧，呢度係一個兒童房或者父母房都得。兒童房呢個飄窗都非常之舒服嘅，望住嘅都係我哋三鄉嘅城市景觀。夜晚坐住喺度應該非常之靚嘅。呢度仲做翻個衣櫃，呢度空間都好大嘅，可以擺翻我哋1.8米嘅床。對面嗰度咧係我哋嘅主人房，睇主人房嘅洗手間，我特別中意嘅喎。佢嗰度咁得意嘅咧，好得意嘅，做咗一個浴缸望住嘅，呢個係我哋嘅城市景觀，喺度非常之有創意嘅。哇！呢個飄窗都好大嘅喎。呢個係套房嘅設計下，睇翻我哋嘅主人房。主人房呢度好貼心咁樣做咗一個梳妝台，梳妝台位置有1/3係放住嗰個飄窗嘅位置嗰度。嗱，個飄窗都好大嘅，望住嘅係我啲別墅同埋連面嘅山景，超級養眼嘅。主人房都非常之大嘅喎，呢度做翻個非常之大嘅衣櫃。嗱，呢個床可以擺到2米嘅床，光線非常之充足啊！好似呢種享受4重景觀，有我哋嘅山景啦、別墅景、湖景、高爾夫球景嘅咁豪宅單位咧，你話香港可以賣到幾錢一方咧？起碼有80幾萬一方啊！咁呢度係幾多錢咧？筍到你都諗唔到啊！單價只需要1萬0幾蚊就可以上車，首付只需要20零蚊。首付咧只需要20零萬就可以上車，仲係原樓交付嘅喎。好似呢度咧，去到我哋沙湖會員店10幾分鐘，去到我哋華發商都嘅話都係20零分鐘。樓下就有回港嘅巴士返香港，超級方便嘅。附近仲有超級多嘅茶餐廳，同香港係同聲同氣，飲食習慣都係一樣嘅。咁開發商而家購房力度都係非常之大嘅喎，好似呢種咁嘅產品，開發商仲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全部都係原樓交付嘅，即買即辦證即入住。近期有香港朋友想買呢種超級靚景觀嘅豪宅，又想價錢抵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私信問我攞資料同埋折扣啦。